什么女朋友？他连少醉都比不上。我跟少醉怎么可能？哪儿不可能啊？他哪儿不可能？性别不可能。我跟爷爷说你在学校乱搞男女关系。爷爷钦点的，有意见？凭什么？他哪点好啊？出现时机好就够了。记住，尊重我，从尊重你嫂子开始。你身旁的这个助教他是假的，他根本就不是明大的学生，他是个骗子。
原谅